晨到早，欢迎收看今日3月7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武汉肺炎疫情拖全世界，意大利算是欧洲的重灾区，疫情继续恶化。初八新的病例直至就加1492例，是真惊人。目前意大利确定病例有7375例，死亡人数366个人。意大利的政府嘛宣布讲，包括米兰、威尼斯，拢属54个城市要封城。Allora, è arrivato, anche io ho il coronavirus. 意大利民主党党魁郑格雷迪家己去影片上传名册，家己讲检验报告结果呈现阳性反应，正是确诊为着武汉肺炎。未少地方行政首长也传出确诊病例。La Lombardia, come sapete, ha una situazione di sofferenza negli ospedali. Ci aspettiamo che possa essere richiesto il movimento di taluni. 初七暗，意大利政府采取紧急措施，扩大封锁城市，包括伦巴第大区、金融当地米兰，另外像观光大城威尼斯等，意大利北部人口上侪、上富裕的地区，拢总14座城市，近1/4人口，大约1600万人，无经过核准，不准进出，观光收益估计损失74亿。Sono consentite le attività di ristorazione e bar, ma dalle 6 alle 18 di predisporre le condizioni per garantire la possibilità del rispetto della distanza di sicurezza interpersonale di almeno 1 metro. 封城消息一出，米兰火车站前一暗就出现多人的人。意大利政府规定，封城区域无经过核准，禁止进出，不当聚会，包括婚礼、丧礼、聚餐活动等。电影院、酒吧、博物馆等暂时封闭。另外，学校也停课，一直到4月3。意大利总理孔蒂也宣布，将拨款75亿欧元，支援全国家庭企业应对疫情带来紧急状况。记者综合报道。那伫亚洲，即摆疫情继续在拖烧，算是较严重的是南韩。南韩的疫情同款未收煞，确定病例超过7300例。即摆大家拢在烧钱买喙罨，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南韩政府嘛要学咱台湾买喙罨爱徛名。对今日开始，南韩一个人一礼拜敢若会使买2个。首尔有叫经常排队买喙罨。南韩武汉肺炎疫情是亚洲地区中国以外上严重国家。到初八为止，确诊人数超过7300人，50个人死亡。民众抢买喙罨，阁无一定买到。 처음으로 며칠 왔는데 없다고 그래가지고 오늘 이렇게 밖에서 줄 서는 거 보고 처음 오는 거예요. 뭐 한 일주일 동안 했는데도 여기 안 왔대. 韩国政府正都学台湾的经验，控制喙罨出口。即马搁学台湾实施喙罨是命济，但人礼拜限制买2个，初9正式实施。 موارد ابتلاع قطعی تا امروز 5823 مورد بر اساس شواهد آزمایشگاهی است. فوتی هم متاسفانه ما در 24 ساعت گذشته حداقل 21 مورد رو عزیزان به بنده گزارش کردند که با احتساب روزهای گذشته 145 نفر از افرادی که بر اساس یافته‌های قطعی آزمایشگاهی بیماری کووید 19 داشتند متاسفانه جان خودشون رو از دست دادن. 伊朗到初八为止，确诊人数已经破6500例，死亡人数增加到194个人。毋但伊朗的疫情严重，南半球澳洲嘛新增加1例，是一个70岁医生北去过美国，但去国内进前，佮看差不多70个病人，目前居家隔离。 Look, I have to say I'm absolutely flabbergasted that a doctor who has experienced flu-like symptoms has presented to work. Our advice to the community generally has been if you have returned from overseas and you are experiencing cold or flu-like symptoms, then please stay home. Do not go to work. 阿根廷初7出现头一件死亡案例，嘛是拉丁美洲头一件死亡案例。死者是一个65岁查甫人，北去过法国，哥伦比亚才出现第一件确诊病例，是一个19岁查某人，为意大利回来了后确诊。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泉州有一间暂时受武汉肺炎隔离者的酒店，伫咧拜六暗熊熊放弃，大约有80个人互逮伫内底，目前也在抢救。另外，面对这波疫情，中国即马是宣布讲要捐2000万美金予 WHO， 大概是6亿个新台票。即马 WHO 的秘书长是俄罗中国，讲因家己就有困难啊，佮遮尔慷慨。整个酒店倒掉了，他妈吓死我了！
中国泉州新家酒店初一暗时大约7点半雄雄倒来，看到人讲听到真大声音，也以为是爆炸。现场四界拢是烟雾，至少有80人被逮伫内底。而这间酒店也是予政府征用真侪武汉肺炎的隔离酒店。我妹妹他们一家人在里面，然后现在海子那边人都在施救，因为我们是从湖北过来的嘛，然后的话那边是泉州里城区指定的一个酒店，2月25号进去了，到现在已经快14天，马上就要快出来了。新家酒店是真做对500温州这疫情重点地区内的民众统一隔离的观测点。根据了解，酒店原先是钢铁结构建筑，事发进程不进行地基施工，也佫有装潢作业。虽然倒去原因也无清楚，不过外界怀疑可能是豆腐铺工程所引起的。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更加报道，中国上次联合国代表单向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通报中国政府决定向世界卫生组织捐款2000万块美金，大约是大票6亿，支援世界卫生组织开展对抗武汉肺炎疫情国际合作。谭德赛也伫推特讲感谢习近平，并且真懊恼中国政府伫全球疫情应对关键时刻克服家己真大困难，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来捐款，也佫及时来提供援助。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咱来关心新型冠状病毒，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0万例。咱来看上新的统计，中国即阵确定病例是80699例，死亡的人数3098人。那咱台湾目前是45例，昨昏嘛无增加案例。香港即马有114例，日本有494例，南韩是超过7000例，有7313例。那新加坡有115例。伫中东的国家，伊拢是上严重的，有6566例。那伫咧欧美的国家，意大利是上严重的，已经超过7000例，有7375例。伫咧美国有521例，那伫咧法国有超过1000例，是1126例。德国嘛真严重，有902例。英国有273例。再来，镜头转来咱台湾，咱来关心咱国内的武汉肺炎。即阵咱的病例也是维持伫咧45例，并无增加。另外，咱第39例因为有去埃及佚佗，去挖着武汉肺炎。即个咱台湾旅客说，互埃及的政府认为讲，伊是埃及的源头。也毋过，咱台大医学院分析病毒的基因了后，即马是说清讲，即个病毒株，即个是欧洲的病毒。第39例，伊是伫咧国外方挖着的，毋是咱台湾去感染的。台湾第39例确诊病例，今年1月底到2月2日带团到杜拜埃及旅游，回国了后确诊。进前外电报道指出，埃及这里罗河游村有12个人挖着，感染源就是这个台湾女性。不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透过病毒基因体定序，判断伊应该是伫埃及挖着，等来台湾才发病，确定是境外挖着。简言之就是做病毒的亲子鉴定。这个病例不是来自台湾的感染。他应该是在埃及受到这个欧洲的病毒株的感染，然后回到台湾，然后才发病。指挥中心讲，全球已经有94个国家地区有确诊病例，台湾即阵维持45例，确诊病例数伫全球排名第30名。台湾伫国际间相对安全，搁再呼吁民众，除非有必要，若无唔通出国。另外，针对日本山梨县一个20多岁男性，确定挖着武汉肺炎了后，出现脑膜炎症状，日本医师研判，这病毒会侵入中枢神经。指挥中心讲，这部分也搁再来观察。可能是一个特例的个案报告了哈，那因为在其他的地区或其他的系列的报告里面，我们都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可能还要再去厘清。即阵咱国45例确诊的病人内底，已经有15例好起出院，2、3名一直交互病房个案，情形拢算稳定。针对北部院内感染确诊的3名护理师甲1名清洁工人，指挥中心证实会予这4个人每一个人35万块的补偿金。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乡亲，做伙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澳洲的音乐家顶礼拜四确定去挖着武汉肺炎。文化部是建议讲，后摆演出的观众坐一个爱让几啊个，爱用梅花座，互观众加开。针对这个规定，表演艺术联盟是表示讲，安尼等于是限制一场演出，加敢若会使卖50成的票，安尼业者一定会了钱。来看自由时报，因为中国是全世界上大的原料药啊生产国甲出口国，咱台湾有3成的原料
原料药啊，拢是对中国进口的。咱国内有药厂即马就表示讲，若准中国的工厂拢一直无法度恢复生产，安尼咱有一寡药啊，亲像是慢性病药啊，就会欠料，就会做袂出来。来看《苹果日报》，即马买喙암爱徛名，有西药房外口是摆甲路长，毋过有的庄卡所在喙암是拢卖无完。邮政院即马按算要推销出买喙암爱徛名2.0的新制度，透过网络嘛会使买喙암，上紧伫咧10日就会改。对抗武汉肺炎，即马嘛有好消息，这是咱中研院昨昏宣布讲，咱的团队开19天的时间，即马已经成功找到讲抓到新型冠状病毒2倍这个物质，所以就体检的速度会使变紧啊。若准讲会当大量生产，安尼体检武汉肺炎就亲像伫咧体检流行感冒同款，15分钟就会当。中研院发布消息，宣布对抗武汉肺炎有更较紧的体检措施，未来可能比照流感15到20分钟就当完成，提升采检能量。目前检测新冠病毒是用核酸的检验方式，平均差不多需要4点钟，佮需要特殊的机器。中研院经体研究中心团队特别宣布，成功合成会当分辨新冠病毒2倍这个单独抗体群，研发过程共用19天，比一期更较紧2个月完成。我们目标就是要跟不敢快筛一样，就是在20分钟里面可以测到这个感染的抗原哈。如果是其他的冠状病毒感染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确定它是阴性。如果是 COVID-19 现在这次的这个新冠病毒肺炎感染的话，那就可以测出来是阳性。至少目标是这样子就是不会有伪阳性的出现的。中研院院长廖振庭表示，研究人员对2月初就开始合作，进行抗体合成和筛选。未来在经这步安排之下，会甲厂商联络，生产新冠病毒快筛抗原检测完成产品，送小数检证，得到卫生福利部的许可了后，上紧会当在3到4个月大量生产，进行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回应，即马更毋是真了解，毋过病毒分离了后，都甲中研院讨论。其中的一个部分当然就是快筛试剂的开发。那这个除了很多厂家也已经在进行开发当中呢，中研院本身也利用他们的量能，也尽快的希望可以做一个好的一个快筛试剂的开发。指挥中心指出，小署已经开始协助中研院准备审查，疾管署嘛协助中研院进行验证。指挥官陈时中嘛表示，即马是做真侪准备，大家多方向的针对疫情进行防范。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乡亲做伙来咱关心天气，今仔日是较温暖，天气嘛真稳定，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只有山区会喷雨。咱来看温度，春天的天气变化真紧，大概2-3天就会随变天。一礼拜的天气嘛同款，今日各地天气是真稳定，也毋过暗时开始风面瓦紧，明仔载拜日风面会通过，加上东北季风会增强，各地拢会变做落雨的天气，而且伫咧嘉义以北，明仔载雨会较粗，爱到明仔载下晡雨才会较点，也毋过这波东北季风的强度是要瓦紧大陆冷气团的急速，所以明仔载到拜三温度会降真济，乡亲的寒天衫先莫收。地方武汉肺炎，东部有侪公共娱乐设施已经关起来啊。各入台湾史前博物馆已经停止所有户外教学活动。另外，法务部台东的介治所外口的咖啡厅，即马慢慢生效，无要做生意。法务部台东介治所收容林实习咖啡厅，原本每个月平均吸引3000多位游客来这啉收容林所的咖啡，不过即阵已经暂停营业，到武汉肺炎疫情结束为止，避免收容林甲游客接触，无小心去划掉。矫正机关为人口密集，那为了避免外来的病毒，那保护游客及本所收容人，那避免群聚感染。在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遗址公园，今年特别设置完成考古体验的山区，并且对外开放，囡仔拢一来来耍。不过无到2个月就拄到武汉肺炎疫情，史前馆只有甲关起来，并且取消团体预约。不过，即阵4月有一场定向户外活动，即阵是维持正常。再来就是定向活动，因为它是在户外进行闯关，活动范围比较广，相对风险应该会少一些。
苏警官讲，到5月为止，配合台东县教育局暂停户外教学政策，也停止接受团体环境教育。伫室内展览场馆部分，阵暂时也未关起来，不过会采取人数控管，有限度开放。未来会看疫情发展，再搁做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疫情拖全世界，确定病例超过10万例，嘛造成3600人死亡。病毒影响咱的身躯，影响咱健康，嘛影响咱的心理，互大家是真惊吓。即摆伫南半球的澳洲有出现第3例的死亡案例，澳洲人即摆烧济买喙安，是买到冤家，买到起骹动手。澳洲政府宣布新增加死亡病例加确诊病例，即阵澳洲确诊病例数超过75例。An 82-year-old man from Sydney who was in the Baptist Care Nursing Home. 部分民众认为，万一需要伫厝隔离，爱有够的物资粮食，才法度安心。雪梨发生富人人排队抢买物资，发生冲突，尽管无人受伤，依然出动警察。Just very typically Australian. In what way? Shameful. People don't panic like this when they go out shopping. There's no need for it. 伫英国伦敦也出现超市下架，拢无物件情形，尤其卫生纸全部卖完。另外，英国卡球的利物浦甲匹温茅斯之前，依照防疫指导原则，消防球员无过伫传统比赛进行握手。大电视一直出现防疫的警示标语，要求卖甲家己包甲密。伫咧欧洲疫情上严重的意大利，罗马市场的大头头前就写着"人客莫挖伤近"，这张告示牌顶面写着"请离一公尺"。实际上，卖物件的人是配合防疫。意大利政府在进前就已经出现相关的宣导，不过部分城市并无安尼做。伫巴勒斯坦证实集团到圣地参访，总共13名美国人被怀疑有可能接触到武汉肺炎病毒。巴勒斯坦甲美国协商了后，在霹雳县附近的城镇贝德加拉一间饭店内底隔离，街路也进行消毒。في الأيام الماضية كان هناك نحو 5000 سائح متواجدين في المدينة تم إخراج هؤلاء السياح بقي حتى الآن في بيت لحم نحو 144 من هؤلاء السياح سيغادرون مدينة بيت لحم خلال 24 ساعة. 霹雳县对3月初5出现确诊首例了后就封锁起来，去旅游巴士7号月头，当地教堂学校拢已经关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甲镜头来去美国，即马美国的纽约州有新增加34个人去获着，即阵迄个所在嘛宣布讲要进入紧急状态。另外，美军即马有一个军事基地，内底有阿兵哥去获着，这是美军的头一个。经济加州沙加缅度地方媒体报道，至尊公主号归船3531名乘客甲服务人员继续接受检疫。拜六早起，一名美国籍的乘客甲叶伴侣破病严重，以紧急医疗理由将2个人为船顶带离送医治疗。For an update to tell us where we're going, although on American TV it said that everyone will be tested wherever we get to, whichever port we get to. It's said that two passengers and 19 staff have tested positive. 目前除了等待所有人员检疫最后结果，各界国家高度关注至尊公主号所落来要伫倒位靠岸。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governor of California and all of our health officials, developed a plan which is being implemented this weekend to bring the ship into a non-commercial port. All passengers and crew will be tested for the coronavirus and quarantined as appropriate. 疫情目前伫美国各较扩散，堪萨斯、维吉尼亚等几个州，甲华盛顿地区拢出现头一个确诊病例。佛州初七暗2名确诊病人死亡，纽约州因为确诊增加，宣布进入防疫紧急状态。We have 21 new cases that we found, so we're a total of 76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right now. We have 11 in New York City. 埃及纽约河一只游河轮初七增加33件确诊病例，这只船前一天才公布12个检验结果是阳性。因为旅游业是埃及非常重要的经济，埃及政府正需要相关产业互相带动，降低社会不安。即马这只游轮河传出疫情了后，防疫仍然受到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香港，香港目前确定病例有114例。香港的专家昨昏警告讲，疫情到热天可能会较少，严格到寒天会阁压起来。看起来已经是袂动点，所以香港政府即马按算要甲武汉肺炎看作是流感来预防。
香港初步个增加5个确诊患者，其中1个是正确诊的火亚人的使用人，一个家族感染来到5个人一只狗，另外2个人甲印度旅游团有关系，一人甲北角福登有关系，佮1个去过日本，甲英国印籍男子。目前的病例拢总有144例，佮有1个76岁女患者死亡，是香港第3个死亡病例。香港都係做盡嘅措施咧，都係希望可以拖慢嗰個疫情咧，就希望我哋可以總嘅人數咧可以慢啲上升，同埋係可以減少個爆發嘅程度啦嚇。港府初步指數目前評估已經未停止，未來要甲病毒看作嚴重流感。港大傳染病專家袁國勇警告，武漢肺炎會變地方性嘅流行病，熱天可能會變好，不過冬天恐驚會再出現。夏天嗰陣時可能會好轉啲，咁但係夏天嗰陣時佢就會喺南半球嗰度又散發開去。袁國勇解釋，這是因為南北半球熱天無同，香港冬天可能出現境外個案，呼籲香港人年底之前攏減少出國，莫去熱區。趕走呢個！初步下晡，某民眾佇大埔集會，反對港府將當地一間診所變武漢肺炎的指定診所，結果叫警察強制驅離。昨暗嘛是參加反送中運動學生周祖鬧過用4個月，真濟民眾到伊設落地點對峙，結果香港警察過來搬閘，各甲民眾發生衝突。安那澳門出現10個確診患者了後，1個月以來攏無新的病例，10個患者嘛攏已經出院，不過澳門政府也是真緊張，宣布7月開始入境之前14天去過德國、法國、西班牙甲日本旅客，攏要隔離2禮拜。記者綜合報道。非洲中南部的國家尚比亞因為嚴重的酷旱，有幾啊百萬人無物件通食，唔但經濟受影響，囡仔讀冊嘛受影響。尚比亞婦女荔枝行幾啊點鐘，只是為了要來食領食物救濟，安尼伊的細囡仔一工才會當至少食一頓。Sometimes we eat once in a day. Sometimes when we find some other sources, we eat twice in a day. 尚比亞南部即馬拄到嚴重的酷旱，國際人道組織攏送去販賣甲豆仔等救濟物資，欠食物也連帶影響讀冊狀況。I've got 70 pupils in my class. Just because of this hunger, there is absenteeism. Like for today, there were only 30 pupils in my class out of 70. 雖然最近有落雨，也毋過唔通予地將規片青地林偏去啊，因為這個作物已經幾啊年無豐收。根據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非洲南部攏總有4500萬人口面臨饑荒危機。4點外前車田外的卡瑞巴水力發電廠負責尚比亞全國40%的供電，也毋過因為水量不足，烏倫根根本就無法度產生有夠的電力。For the year 2020, we are looking at a target of 275 megawatts. So basically that's about 25% of the plant capacity of the Kariba North Bank power station to be utilized as a result of the low water levels. 降雨量少，必須做農的人改變種植的方式，像庫弗里就種無降的作物，並且使用牛背節約用水。There are no formal jobs in Zambia, so we have to farm to have food to eat. Secondly, this is how we put our children through school. 為日常用餐到學校出勤，各個經濟成長，氣候變遷造成的各種效應，親像哪來哪歹阻止啊？記者綜合報道。另外，在東非的肯亞嘛是真可憐，有1/4的囡仔因為營養不良誤生細粒子，嘛因為無錢去讀冊。即馬有非政府組織的志工是專工去煮食，予這囡仔嘛包便當去學校。在昆亞城鎮吉安部這座中央廚房，每工攏有非政府組織食完教育志工佇咧替囡仔煮飯，當這一個便當全部裝好，分送到各學校。囡仔即要甲手伸出來，互人看一個，敢若親像表仔相款的智慧型手段，就一頓燒燙燙的中晝飯用食咯。In the past, we used to have cold food, but this nowadays we have hot food. 在昆亞出世佇散車家庭，而且常常無物件通食的囡仔，往往為着生活，而無度繼續讀冊，所以講真濟惡性循環。無度去讀冊，就無度得到有夠的技能，無一技之長，就無度摕出來的趁錢來分擔這個開銷。
这种囡仔为着食顿中昼顿，愿意乖乖去读书。在受教育了后，未来找头路也较好找，较有选择性。It has curbed absenteeism. It has brought about retention in school. Pupils are very active. Performance is improving. 食完教育甲合作厂商集资赞助每一顿费用40%，所以讲这亲像表啊相款的手段是囡仔食饭的保证，家长付费的依据。更加重要是伊记录每一个囡仔有来学校读书真好的证明。Millions of children in Africa go to school on an empty stomach. A lot of times they make the decision whether to go to school or look for food elsewhere. Tap to Eat is a technology developed by Food for Education that enables parents to contribute 15 shillings, 15 cents for every meal. 每到中昼顿前，看到真侪囡仔对教室走赛一盒，伫小店头前排队。昆仔牛郎组就表示，囡仔甲青少年需要平均的饮食来得到成长发育，以免破病。上课也较有精神。伫昆仔即阵有1/4的学生因为欠缺营养而发育缓慢。伫即阵这样计划每家会提供予大约1万名昆仔儿童来食饭。记者综合报道。这个世界有人食袂饱，有人是惊食。全世界当年有1/3的食面红蛋雕，食无菜嘛食拍算。为着小补，英国即马有人设计 APP， 互消费者会当用较俗的价数，甚至是免钱去食一顿，嘛替餐厅解决有剩的盐阁也会使食的物件。今日去一间伫英国伦敦的连锁餐厅，今年27岁也嘛是员工康利提出手机，向店家领伫食物分享 App 顶的减价午餐。有这个 App， 康利即马一顿只要开差不多3.5英镑，也就是新台币130几块就能解决，比起 Tesco 超市更较俗。毋但会当省钱，更当帮助餐饮业者减少剩的食面。Anything I can do to help the environment and also look after the budget as well is beneficial. So yeah, it's a win-win. 亲像这款减少食物浪费 App， 英国够真济，都是用 App 消化食袂了的食面，某店家会直接免费提供予社福机关。一般家庭咪当用 App 甲厝内无食过物件，免费送予其他使用者。Roughly 10% of all of our annu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come from food waste alone, which I like to point out to people is 4 to 5 times greater than the carbon emissions that come from the global aviation industry. 伫全世界有8亿2000万的人食袂饱，但年数1/3的食面，落尾却是入去粪扫掩台场，伫分解过程中产生温室气体，变做全球暖化凶手。专家认为，保迪康这食物分享的 App 无得完全解决问题，暗过上无会当互民众重视。未来若是当整合社会力量，就会当发挥更较大的作用。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即马新的国民党主席已经选出来呀，是立委江启臣，伊是有史以来上少年的国民党主席。因过新的国民党主席若选出来了后，中国拢会拍电报来恭喜，也毋过即摆是各台办做出回应。江启臣是表示讲，敢有恭喜拢无要紧，袂去影响伊要推出改革的脚步。啊，若选调头一件代志，伊是要赶紧处理韩国瑜互罢免的问题。国民党主席补选结果出来，由立委江启臣当选，佮佮以18岁成为国民党有史以来上少年党魁。因为过去拢顺利来贺电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即摆却无贺电，是改用各台办发言人朱凤莲的名义发布新闻稿回应，呼吁江启臣真相比较维护国共两党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也引起感示。甲江启臣正正主张中意两岸论述有关，和国共关系出现微妙变化。贺电这一个部分呢，只要是外界来的，我都表示欢迎。但是不管任何的外电、贺电等等的，我想都不会影响到我们改革的脚步。江启臣也表示，无条条伊当选是互中国方面一个新的想象。即马上重要是改革工作好好做代志，采备甲南亚立委同齐到大甲镇南宫参香祈福，希望疫情赶紧结束，也用着国民党团结气势。新北市长侯友宜对于习近平无发出贺电表示尊重别人看法，呼吁新任主席好好为人民做代志上重要。我想很多的民众念之在之的还是在防疫。那当选的就好好的为人民做事，找出人民所要的方向，全力以赴。
至于江启臣一上任，首先爱面对高雄市长韩国瑜的罢免危机，侯友宜认为每一个人做好家己的代志。江启臣表示，愿意中央地方同齐合作，找回市民对韩国瑜的支持，将市政做好，也会当找回大家对国民党的信心。这将是接落来要共同合作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北部的山区有台电的工程师吊悬伫电塔做事的时，工课已经结束啊。结果3个外包人员要落山，对40公尺悬摔落地，3个人拢不幸过身。事故现场由风速线建设人员挖掘，测试案台电发生严重的工安意外。新竹县北部3个高压电塔的零件进行精心作业，8工人收工的时，坐流笼落山，结果有3个人坐最后一班的流笼。啊，毋过流笼说是向对40公尺悬所在失去控制摔落来，3工人全都不敌死亡。当施工完的时候，他应该照理讲应该走路下来，可是他就坐那个流笼下山。那根据那个承包商的工地负责人，他转述就是说，他是下山之后那个吊笼失速滑落。然后还人就弹出了。用来载工程材料甲工轨流笼，原本就禁止载人，台电人员车飞到现场勘查，初步认为是金属故障，造成骨链路吊器无到打洞啊，直接位10楼悬的所在失速弄到地面。现场的那个滑轨是有脱钩，可是实际的原因其实还没有具体的那个原因出来，所以。这个就是目前在探讨。路检单位目前已经介入调查，按那加少伫现场应援，检方嘛到殡仪馆收检，要确认台电敢无疏失，了解事故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镜头来台中的民道中学昨昏办多元入学的升中营，有6000多个小学6年的学生囡仔去参加。不过即马是互外界骂讲，这个时阵哪会无停办，烦恼会变做防疫空棚。校门口排队量温度，需要消毒才会使进入。校内底即马备课的家长，不过人挂着喙罨，虽然已经升温，不过为了要争取入去私立学校，家长是带着囡仔来参加考试。就是全程都要戴口罩，那我也觉得家长配合都很好，而且他们要进校园前都会量体温呐。台中市的民道中学上午举办多元入学升中营的考试，6000个小学6年，准备来升高中的学生做伙来考试。不过，伫防疫关头，引起外界烦恼，军期感染的风险。校方表示，会考人数不比平时上课的人数较侪，会比较开学同时防疫的流程。从早上到现在，所有的孩子都是直接进入到各个教室，然后窗户打开，然后通风。那我们的家长都没有进到任何集合场，他们都是在我们的学校。校方表示，全校7000多人，这次的考试比较开学时的模式，因为伫门卡口就要经过量体温甲消毒，才会使入去到校园。不过，这次要来考试的就有6000人，就要抢990个新生名额。教育团体认为，那是变相的联考，嘛各项教育对你受到影响。现在家长认为他必须参加这样的新测营或者科学营，他才能够取得入学资格，这是错的。必须提早去准备所谓的智力测验，然后而且那个智力测验确实超乎了小6的范围。教育团体认为，书校法第57条修正草案还未通过，书校入学方式甲名额，只要经过主管机关的备查，嘛有书校会使用营队或者是升中营来包装入学考试。伫台中市教育局是表示，家长选择互囡仔来读私立中学是教育自由市场，嘛就会源头来管理。这几年嘛不再核定，增加私立学校班级数。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伫高雄是有民众检举讲，有人私底下伫卖喙罨，而且卖喙罨拢无政府的检验字号。高雄市政府表示讲，即马因正在调查，若台南是有企业分免钱的喙罨，一届分6万个。排队的人排到通过台南水平温公园，一间在地企业早起9点伫公园发免费喙罨，每一个人会使领4片。有需求的民众也是真多，有人早起6点外开始排，3点钟才领到。排2点多，3点钟啦。排3点钟哦。排到1点钟。哦。早早就来啊，6点多就来。因为现在排口罩的时间有限嘛，有时候就只能利用假日去排，所以今天有这个免费，就带小孩子一起来排。
不过，领喙暗无限制身份，也免看身份证，民众这边去拢摕到。业者讲，送喙暗是为了减少医疗系统负担。6万个口罩我们发放，我们以民众为优先，因为只有民众安全了，医疗人员才没有那么重的负担。而高雄受百货公司卖物件小姐伫网络卖喙暗，提货所在就伫百货公司的专柜。民众去买，发现囡仔喙暗一盒要580块，比政府即阵卖贵一倍，而且也唔知影是毋是医疗使用的。高雄市卫生局加消保官拢要查。我们目前用在武汉肺炎的一个医疗级的这个保护作用呢，都没有被确认哈。那这是一个比较我们认为可能比较有疑问的一个商品。如果它的进货成本，我们了解它就是5块钱，但是它红台的好几倍，这个我们就会函送给公平交易委员会。消保官讲，碰价违反公平交易法，若是上游厂商卖就是真贵，会转为调查厂商。不过伊卖喙暗顶面写着 N95，伊佫讲是一般的喙暗，卫生单位要佫再调查是不是违反药事法。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关心海底，阁有海底靠山掉伫海沙堡死去。台中的海巡伫台中港发现有死去的海底浮伫咧海面上。专门研究海底的专家是表示讲，这只死去的海底已经是大汉啦，死去的原因即马正在调查。海面漂浮死亡的海底，渔船慢慢靠近套上索啊，拖回岸边。为了保留完整，渔民将速度放慢，需要等到5岁渔港。初7早起11点外，海巡人员伫岸际实施巡逻的时阵，发现离台中港外500公尺海面上有海底漂流。当时有一艘渔船航经该处，并立即通知该渔船协助将鲸豚拖带回无期渔港。后续由无期渔港安检人员利用小艇将该鲸豚搁浅，拖带至上架区。海巡人员将这只海底3到5尺安检所摆落暗，鲸豚协会人员到场了解，确定个体是偏僻海底，体长300公分，已经是大只海底。因为个体完整加上靠近岸边，疑似被网区填掉的，影响找食。去年也是这个时候，就是春天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一样有很多只平底海豚搁浅，而且去年有很明显有其中有好一半以上都是中网。还带着网子。目前来说，第一个是季节还没开始，第二个是他身上好像也没有看到很明确的网痕。鲸豚协会指出，属于列级保育类的偏僻海底，活动范围大部分拢伫西部甲东北部近海。入春这段时间，袂少会伫近海找食，历史被网区填掉的机会增加。虽然真正死因也爱进一步确认，也毋过废弃渔网的处理，甲渔业行为所造成的冲击，拢对海洋生态造成不小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的太平公所是甲民间团体合作去补换清本所，有500个人做伙参加，帮大家做伙拍拼，还互大自然一个清气的环境。一阵子间客家仔甲本所地啊，伫台中的头边溪一江桥附近清本所，差不多才2点外钟久，就清到几10地本所。之间真足超找大家所在，连细地的分杂嘛拢逐地捡甲到。为着互民众重视环境教育，台中太平公所甲立德青医等等的团体做伙做净溪活动。今天结合我们各单位，大家来对我们环境的清洁卫生，大家结合社区的市民、志工，让我们成为一个清净的家园。这边的净溪活动，拢总动用了要500个人，包括立德青医的志工、头边社区居民、学生、义工等等做伙来参加。除了捡本所，嘛有人摕客仔在口补换两边的草啊，到热人的时就袂遐高生帮啊。还算蛮有意义的吧，让河边的一些多余垃圾把它清干净，对，还给台中市一个干净的溪流。因为头边溪附近。补换边常常有民众黑白等本所，就这边的净溪活动，毋但互溪流恢复原本的模样，嘛呼吁大家重视大自然，做伙守护清气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为了展现古早客家庄传统的迎春文化，屏东有协会专工举办客家有春的活动，也有即马较罕咧看的客家的走道，就是讲有人要办道，家己爱跟厝内的桌啊椅啊来斗闹热去食道，望讲要互更较侪人来熟悉客家的文化。好，加油加油！哇，太厉害了！在
期客家人结婚办桌，因为无专门的团队，所以拢着厝边隔壁家己扛桌啊椅仔来斗闹热，形成客家人特殊的走桌文化。民众伫遮扛桌啊、捧盘啊，就是希望彰显客家庄早期走桌喜宴的传统。大口罩吼，你的桌啊扛出来，椅料啊吼，咱长椅啊撒出来，大家拢扛来遐食饭呀。一定要带这个竹灯啊吼。为着展现客家庄传统的迎春文化，屏东县绿色生活协进会特别举办合家舞春锣鼓宣天活动，现场有学生囡仔用客家八管八音演奏客家喜庆迎神的乐曲，佮有规来社区闹热的弄鼓表演。阮当年拢设计真侪的客家的民俗的活动，希望讲大家会当进一步来认识咱客家过去的优秀的文化。春天是一年的开始，万物拢开始复苏。客家的民俗活动也对春天豆豆开始。迎春文化反映出客家人敬天爱地的传统。主办单位结合表演、客家点心、吃啊和趣味竞赛，规划丰富佮多元的活动，除了让民众体验早期的客家民俗，上重要的是要让珍贵的传统客家文化会使继续传承落去。记者报道。公路总局甲原住民合作整修第24线的雾峰公路，即马车路是修理甲好势，嘛结合地方的生态甲人文，展现原住民的风情，有摕到台湾的景观大赏的肯定。最近呢，嘛变做屏东真热门的旅游景点。第24线雾台公路保存落开走原始的风貌甲人文特色，沿路会当看到断崖峭壁，佮有樱花王，还有去温泉、桥墩半天悬的雾台国川大桥，这个真出名的景点，大家拢写袂少游客行脚到眼界一个。两旁太漂亮了，都的两边的树木，哇，非常美丽，空气又好，都做得非常平坦，值得一游。20几年前就来过，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对，这条路非常漂亮，非常平坦。2009年无落去风台算当第24线雾台公路，公路总局开几若档的时间，甲原住民合作，整合各领域，尽拼力修复雾台公路。那中间全国上界悬的雾台国川大桥，佮起造四季分明、五花杂色的赏花大道。请工艺师利用生态工法加入老开族的人文历史，整修好势雾台公路得到台湾景观大赏的肯定。台24线，目前从前年、去年的各项评比，它目前是一个最安全、唯一没有坑洞的这个省道。另外，沿路的栽植的花木非常的漂亮，所以在各项评比上，从前年到去年都是全国第一名。利用生态工法整修好势第24线雾台公路，唔但更加安全，佮顾全自然环境，遮物种丰富，生态百样，佮有老开族的风华，无怪遮成做屏东上界热门的旅游景点。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甲乡亲咱做伙来去啉咖啡，分啉的顾客种的咖啡，种出来咖啡是香佮好啉，名声是烫世界。即马有咖啡农甲清华大学合作，利用智能系统要来种咖啡豆，望讲人工智慧会当来管理咖啡的品质。咖啡是婚姻顾客主要的经济产业，不过种咖啡不是轻巧的代志，若需要大量的人力，天气若无稳定，佫会大影响咖啡的品质。为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有咖啡业者甲清华大学合作，研发智能系统来种咖啡豆，就是望要减轻农民种植的大头。我们田间管理会出现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可以提早，就是可以做一些防范措施，而不用一定要跑到咖啡园来才可以知道我们咖啡园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减少很多人力的投入。使用智能系统种咖啡豆，唔但使管理产园的状况，掌握咖啡的品质，佮通利用人工智慧创造出无共口味的咖啡，互人客食青。业者仰望农业结合科技，会当使佮较侪少年辈回乡打拼，发展甲咖啡相关的产业，转变顾客的咖啡市场。利用我们一个智慧化农业的方式呢，我们用数据的方式，以及用各种不同的处理发酵方式来去让它就是让它有不同的风味。除了这个智能种植之外呢，我们还准备在我们的这个场域呢，建置一个所谓的咖啡学院，
让我们回来的年轻人可以学习到更多咖啡相关的一些知识。愈在地的愈国际，咖啡业者毋若要甲农业结合科技，佮要加入地方的特色，就是望要转型传统的产业，改变民众对婚姻固定的印象，带婚姻行向国际。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彰化福兴乡的福宝村有名的，有这上厉害的，这就是饲灵牛。这个所在呢，因为饲真侪牛，村长即马为着要请观光客来佚佗，用灵牛做主题，甲一寡囥咧用无得用的所在，打造做请观光客来翕相的景点。乌惨白的坑一看到，就互人想到灵牛，这就是专门出产牛奶的彰化县福兴乡福宝村。是讲这么大的英文字，哪会写着 I love FB？ 设计者福宝村村长黄耀辉亲身说明这几字所代表的意义。这不是 FB 用打卡，伊的 FB 是代表咱福宝的英文那个翻译是福宝，甲做一个打卡店啊，这个公仔包装礼盒啊，来做我爱福宝的意思。福宝村过去伫咧台湾也是真出名灵牛的彩绘村，伫咧庄头四界拢会使看到彩绘的图样。即阵社区彩绘已经退时行，村长黄耀辉随发挥创意，甲庄仔内旧公园的门口打造会使互人翕相的景点。现场还阁会使看到用草啊设计的龟，因为遮永存有水池，内底饲真侪龟，要是真侪人欣赏龟的好所在。这个环境吼本来是一个杂草丛生吼因为咱的村长吼真认真，佮结合着咱社会的志工共同甲这个环境甲整理甲真好势。用花草甲装置艺术改变社区资本棚园的空间，展现在地特色，也增加观光景点。村长的创意也互福宝村摕到彰化县社区规划署主题辅导计划特优奖的肯定，互更较侪人来遮行踏。记者综合报道。咱台州人有真侪奇妙奥妙的所在，新北市政府即马嘛甲科学教育馆做伙推送出展览，鼓励学生囡仔甲台州人当作老师。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你看他还转圈呢，别人还不会哦。甲家己利用纸杯做的飞行器，放在风筒内底，来甲芳共款保持稳定的飞行，互小朋友算了是真欢喜。佮透过甲大象片学习模仿，互机械手臂功能更加强大。新北市政府甲台湾科学教育馆合作，设出着模仿生物的展览，为生物中得到灵感，大自然学习中找到解决的方法。老师刚刚给你什么材料？用2个线，2个碗。那你觉得这个做起来，你觉得好玩吗？好玩。那处处都充满了惊奇、惊喜。那我相信爸爸妈妈带孩子来到这里，也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一个奥妙不管是动物、植物，其实都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予很多很多的启发科学教育馆馆长表示，展览内容主要是为动物、植物以及大自然环境甲未来创新的方向，和观众透过大自然观察、学习甲操作，激发出创意的发明。在老鹰的翅膀的这个部分，我们发现到说它有一些有翘起来的部分，有助于它的飞行。那这个部分事实上就是说我们在飞机利用这样的观察设计的时候，它的一个气流的上升，让它可以飞行得更快。好，这个展览中规划真侪互动的课程，配合主题，和大小朋友拢会使动作操作、观察记录，作为大自然中生物灵感，发现到其中的奥妙。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文化新简介，咱来看公司年度的大戏《天桥顶的魔术师》，是投入8000万，甲英国的中华商场起来，摕来做片场拍片。昨昏是翕煞，按算讲这出戏明年要播送。资本讲好讲这个所在要开放予民众去参观，也毋过即马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严重，所以这个决定要先按下。因为它是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店面，所以我觉得还是能做到最细，还是做到最细。透过美术指导解说如何重建1992年拆掉的中华商场的用心，像有商场内的知名点心店、插头的桌仔椅拢被重新构造，其他店家也是像真的。这是公司基金叫天桥顶的魔术师的拍片现场，投入8000万中电周边，让人亲像登到过去，并且由金马奖导演杨雅做负责，以电影规划中天当时的生活模式甲故事。
主要演员的家里面是不是用在棚内搭景的方式，但是那个就没有办法呈现戏里面那个时代狭小，一间店要住8个小孩之类的那种拥挤感。一进来这个场域，他就可以马上可以就是进入到那个时代的氛围，找到一个顺利工作的一个诀窍的话，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功德。全剧经过1年外的筹备，用3个月回拍片，测试已经完成。原本片场有计开放参观，却因为武汉肺炎疫情严重，开放的计划只好停止。天桥上的魔术师这个10集的这个连续剧里面，看到这里面最精彩的，不管是演员的表现，或者是场景的写真度，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时间点，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子的决定。公司强调，考虑民众安全，只会当暂停停止片场的开放。全剧后续完成定校顶后期工作了后，有计明年推出。全部集集要让咱国民众重温这段难忘的生活记忆。记者综合报道。要纪念228的受难者李瑞汉律师，当年甲厝内的亲人准备要食酒喜宴的时，人以无正当的手段逮捕，全无阁转来。这段使人遗憾的故事，即马台湾罗马字协会甲台湾男社唱歌诗食酒喜宴，用要打进生活的方式来纪念伊。世间一摆的229，世间人感觉记得你，台湾人唔知影228安怎要放假。念着台语的诗歌，用诗词表达出228不应该只是一个节日，是有更加重要的精神。台湾罗马字协会为了配合228纪念活动，更加有文化精神，特别伫228纪念公园举办诗歌文化节。透过音乐的方式，我觉得也许可以让更多人愿意来了解这段历史。台语诗歌它其实在讲一个当年的一个故事，我觉得会用台语这个文学来表达的话，会特别的有感情，然后有感觉。台南龙甲阮讲，爱有100%的言论自由。伊迄当时伊100%的自由，伊拼甲安尼，伊是用伊的性命去拼。咱伊互咱即马100%紧甲搁较开，咱敢无迄个责任用咱200%的家己开来做台湾人，来做咱台湾国家。亲像岛顶的腐朽的瓦地。歌词以228事件为背景，讲出厝内父亲一去无转来的故事。伫台南市228纪念公园举办的228台语诗歌文化节，主办单位就希望纪念活动，若讲会当生活化，互过去的历史甲伤痛，会当有正面的面对态度。当然是悲情，不过咱那个化作较正面的力量，咱来吟歌诗，咱会增加咱的文化的程度，安尼对228的情形，佫较是有交代。12首无共的诗歌作品，表达228时期的台湾人民的心情。主办单位表示，这个活动已经继续举办10多年，希望会当创造出属于台湾人的文化风潮，互更较侪台语文化养分滋养后一个世代。记者综合报道。四方报伫2006年出刊，是咱台湾头一个报道新住民、新移民移工的媒体，以东南亚语、还有华语、岛语来出刊，要提供伫咱台湾的新住民甲移工会当得到台湾的资讯。四方报经过几啊届经营权的转让了后，即马是由黄军仁接手。下暗公司台语台文化新眼界，咱要来看四方的精神。四方报创办10多年的时间，内部经过侪届调整，现在是由 Now News 今日新闻接拍，继续关心新住民的议题。曾经18年的时阵，迄阵细新的这个传播学院的院长，迄个彭华恩彭教授来找我，彭教授甲我讲，伊即马细新敢若无想要支持，可能有种种的原因。是不是讲希望阮会当做一寡支持？我嘛讲，这是一个好代志。因为认同四方报的理念，黄军仁嘛用行动支持。知影四方报因为资金问题，面对着停刊的压力，黄军仁无第二句话将四方报打来，就是希望这21年来大家所做的努力甲成果会当继续延续落去。我们每天的新闻随时都在 update， 可是呢，
外国朋友们住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可能没有办法随时的跟进这些最新发生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不但把需要注意的事项整理成表格，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外国朋友，例如说越南的朋友、印尼的朋友录制成越南语跟印尼语。除了文字报道，嘛加入影音的内容，好伫台湾的新住民朋友，拢会当伫第一时间得到资讯。驻防部嘛望每一个国家的朋友拢有照顾到，安尼嘛才算是真正的多元。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下来更新今日日时是较温暖，天气嘛正稳定，也毋过暗时开始风面瓦紧，所以各地拢会落雨。咱做下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先来关心一个北部温度上加18度，上悬是29度；中部温度上加19度，上悬有31度；南部温度上加22度，上悬31度；东部温度上加20度，上悬29度。外岛是14度到28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祖，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